再来看2021年美国国会炸弹案，经过5档的调查后，司法部长邦迪昨宣布讲，有抓到一个30岁住伫维吉尼亚州的嫌犯。也毋过，这个嫌犯阿嬷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讲，无可能是伊的孙仔做的，嘛强调讲，伊无支持任何的政党。 2021年1月7日暗时，花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附近，互人放管状的炸弹，无例无隔日下晡被发现，安全拆掉，无造成人员伤亡。啊，不过因为案发的时间点，多伫川普的支持群众冲入国会山中抗议2020大选结果，是要干扰拜登当选认证过程进程。代志堪涉敏感，一直互司法单位列为重大案件来处理，出动大批检员。 现场50万美金，找找破案的线索。就伫1月7日国会暴动事件进前，司法部长邦迪初时伫花火开记者会宣布侦破这案件，嫌犯是30岁，住伫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布莱恩·小寇尔。 联邦调查局提出，嫌犯穿有帽啊、长袖黄的衫，伫国会暴乱前一暗，伫案发地点活动监视录影画面。伊伫2019、2020年买的暴力组装物，案发当日行动犯规的手机数据，拢交予法庭作为证据。 Today's arrest happened becau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is case a priority. The total lack of movement on this case in our nation's capital undermined the public trust of our enforcement agencies. 嫌犯阿嬷接受美国纽约邮报访问的时阵，否认伊的孙仔涉案，佮形容有点仔自闭，无任何政治倾向，讲伊连一只好心拢未伤害。 过去5年，这案件捌连续找唔到对象，甚至也有咧讲阴谋论，讲这是一件 FBI 热心通过过案件。参加记者会 ，FBI 副局长邦奇诺今年1月还未上任进前，也佮伫节目内底表示，花火炸弹客是 FBI 史上上大见效代。佮讲 FBI 知影炸弹客身份，啊毋过无想要公开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